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，爱甲心肝底依陪。 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切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 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感慨。 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啊，伊甲廖理的关系哦，咱嘛无了解啊。啊，你就可以做你的秘书，啊，接受公司的机密。啊，姐啊，万一喏，伊若有啥物企图，对咱公司真不利呢？莫讲讲啊！阿姐，董事长，阿姐，你唔通出。你安怎？阿姐，啊，阿姐，你给我出去！阿姐啊，出去！董事长，身体要紧，唔通受气啦。我甲你保证，新兰袂出卖公司啦。我知影，我相信我的目睭啦，我绝对袂看唔到的。 董事长，拢是我唔好。假使我若较早甲你讲，我甲老家的关系，就袂造成今日的误会。我伫咧遮甲你谢失礼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戆囡仔，你也无做出什么对不起公司的代志啊，何必多爱道歉呢？我相信讲你伫老家，一定是有受到真大的委屈，所以你才会想讲要走出来行家己的路。 对，新兰的过去，董事长拢知影。进前哦，工地区的哦，有将心兰的代志讲互我听，所以哦，这个代志我量记忆我拢知影啦。董事长，心兰啊，你是我请来的人，我信任你，我罗青云做代志一向是光明正大。 重视人才，我袂去计较恁的过去甲恁的出身，我只重视讲恁即摆的表现甲恁的作为，所以我希望讲恁都爱了解我的苦心。心兰啊，他拄啊长生讲遐话有较无体统，啊我嘛有甲伊教示啊。 我相信讲，伊是为着公司，希望恁莫计较，吼，尤其是俊华，以后有真侪工课，你需要甲伊密切合作，你都要较骨力的，吼。好，我知影。两个来啊！哎，郭生啊，你是毋是头啉汽水？啊，无咱冲半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生，妈，
赶快哦！爸，你哪会使跳伞车底啊？安尼就真里面呢？吴山即摆已经互现实的社会已经放弃啊，我无敢放弃呢。我尽量咧想办法，找一个条件比我较好、更较有能力的人来救，你知影？老大，我拢叫你办，交回来真好势。是啊，是。李博山，恁立委叔叔有交代啦，叫我好好来款待你。你若敢甲恁搞怪吼，恁要来电啊金死死，知无？刘立伟。这片土地哦，是兴建这个度假村上好的所在。这我所在啊，这个罗氏建设的罗中生哦，嘛咧注意这个土地。啊，潘石嘞？你讲陈志坚哦，伊嘛咧注意啊，也毋过董事长未放心伊办事能力。搁较哪讲，伊嘛毋是董事长的亲生囝啦，啊伊的资历搁浅，毋知派我来看卖咧。注意这个案的发展。你敢有把握？度假村是一个大 case 呢。若是陈志坚伫咧买土地时阵出啥物问题，潘石就了罪啊。安尼你敢就毋免负责任？那这哦，做你安心啦，绝对袂顶大去的。就算讲到时阵陈志坚哦，伫咧收买土地的时阵出问题，阮董事长哦，搁有一张王牌。王牌？啥物王牌？你看，就是这间厝。安尼我就想无安尼，这间厝看起来无偌大，是要安怎算是王牌？这你就唔知啊啦。这间厝哦，拄好伫这块地的好边啦。若无这间厝哦，到时阵度假村的出入就无方便啦。你的案搁较好，你的宣传搁较好，生意嘛是做袂起来。所以讲，这摊买卖，潘石是一定稳赢的。迄是当然的呀。阮头家搁有讲哦，这个案若通过了后，头一步就是要甲这间厝拆掉。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阮头家搁有讲哦，这个案若通过了后，头一步就是要甲这间厝拆掉。啊，这间厝看起来阁袂歹，啊，你就要甲拆掉，实在真拍算。迄是你讲的。阮当然是无安尼想哦。逐遍伊若讲到这间厝哦，伊面相就无通够啊好，敢若分不得哦，早一工甲伊拆掉。哎，你毋知影，这个土地吼，价值就是价值哦，毋若有山，伊阁有水哦，头前遐有溪，我出来看卖。好啊。哎呦，我总算知影什么叫做输甲痛苦啊啦，会气死我！可怜的啦，好啦，你唔通阁生气啊哈，我甲你下个啦。你敢知影输遮多感觉是啥款？来等来等。哦，大个啊！你看。哦，冰室呢？你看穿的安尼，应该是一个好野人哦。哎，先生，这门派出所伫倒啊？哦，歹势，我嘛无啥清楚。你毋是在地哦？我离开台湾足多年啊，才拄转来。啊，先生啊，拜托你救我，我拄仔就是逃走出来。逃走？我对黑社会巨头走出来，紧甲我带走，救救我啦！紧点啦！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紧上车啦！我还有代志呢。带我走，拜托啦！哎！赶快上车！洗澡不要跟他走，出来！我唔敢。臭小姐，你敢抢我的人？你活了你谁来是吧？哎，对呀，这位先生是好人呐。你扯死哦！这位先生，不要来称呼，要探听我的大名，
我今仔讲出来啊，你会闪尿啦。兄弟啊，拢叫我虎哥啦。啊！切了袂歹，算你捌戏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今日你若无摕3万出来，我袂帮你抓哦。先生，你就好伊啦，伊这人很狠呢，伊会杀人呢。紧的啦！你莫当作我唔敢开枪哦。真好，咱就算到啥，做伙开。我真正会开枪哦，我还要开啊哦。好啊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你先开，我慢开。一、两。对啊，你莫开枪，莫开枪啦！我这个是假的啦。你莫开枪啦！我求求你莫开枪啦！我那个台是你唔着自由啊，哪个退求情啊？伊是我的大的啦，我们是一起的啦。凭恁两个这般咧，又要跟人出来佚佗？不是啦，大海，我无法度啊，我就散的啦。歹势啦，我从早上到今晚拢还没吃物件，歹势啦。上车，要去倒？食饭。我袂晓，我袂晓。我袂晓啦。叫恁食，就甲我食。吃，我吃啦，我吃。对，你是食饱未？啊，袂啊，哪有甲我紧？你唔要我食。对啊，哇！你食饱吼？大哥啊，阮两个食饱啦，会使走啊吼。你会使走啊？多谢大啊，多谢大！哇，今日这牛排啊，真好食，好食，多谢。多谢哈，快走快走。你若打出这个门，也是一对小混混，连爹都唔知影。敢讲你咱算安尼过一世人？迄落，我会使去了麦当劳打工啦。你要去倒啊？我去包包去。去北哥去啦。飞去地啊，我包恁趁钱。这钱先摕去，办2支手机啊，另外买几领较会看口的衫。多谢大，多谢大。大爷，哪有遐尔便宜的代志？但恁也唔知要创啥货安尼。伊要叫阮去贩毒哦，我袂瘾哦。对啊，你要叫我卖淫吼，我嘛坏哦。大啊，伊可要去卖淫啦。大啊！我爱恁做的代志真简单，替我军中一个人。迄个李先生叫咱军中啊，就是迄个啦。好野人呢。嘿，一看就知影好呀。你看，背后伊的包包拢是名牌。大爷，你要创啥？我过来做一笔仔买卖啊。要毋过多谢你是交代讲，家己军中也唔免做别项。军中，你伤小儿科啦，哪来要练哦？练较大条的。什么是大条啊？嘿嘿。咱会当按照这份设计图落去施工，哪里迄边的动线应该就较歪，错不？安尼无问题哦。好。君华。
对啊，哦，啊，人新人都无问题啊，你有啥问题啊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啊，你礼拜有用无？我无问题啊。哦，啊，人新人都无问题啊，你有啥问题啊？我无问题。好，无问题就好啦，全你决定啦。啊，恁紧带回去，莫等下咧妨碍我食便当。啊，好啦，我咱先来去。啊，秋伯再见。秋波再见。再见。戆囡仔，敢若要再见啊，苗小燕。拍这个大海我老甲放步数，有够条地的啦。姐姐，小林，哇，足够水的中国结，你的哦。这是客户送我纪念品。哦，你今仔日暗时敢有代志爱无用？手头还阁一寡痟，足乱的，拢甲我雾煞煞。啊，全明仔会计师搁要来查销。是安怎外交互我是会计啊。煞去啦，这是前一个会计做的，免好意思咧。哎哟，那就这么见我。来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小那这么乱哈？是啊。用你这个搞建筑的来弄，莫讲是明仔载，我看3天3夜拢无法度。也是交互我一个专业人士来好啊。好啊，多谢你。别应该我客气，你放心，今仔日我加班帮你搞定。拜拜。新兰，今仔日说明会代志，你搁放伫心肝头？无啊，我绝对袂因为这种代志来影响我家己。你敢袂感觉之间甲较早敢若无啥共款？可能是这几年的变化伤大，所以才会变成阮两个人中间的关系，敢若怪怪。进来，你听我解释，进来。今日的代志我毋是调工的啦，我毋是。今日的代志我无想要搁讲啊，请你以后慢慢过来找我。我真是袂互人感觉我甲磐石有任何的来往。进来。今日的代志，我真正毋是调工的，我毋是调工要造成你的困扰，请你将这收落来，原谅我好无？你以前对你来讲，敢真正拢无意义啊，是无？阿妈、阿姐、淑玲，我还阁有客卿。阮即马伫你的心内，敢连一点仔地位都拢无啊！就干你因为你决定要过家己的生活，就使将过去的一切拢甲放袂记。我是有毋对，让我陈志坚永远是李新兰的好朋友，这点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卡叔讲你真是为伊好，真是关心伊，拜托呗，莫阁讲较早的代志，莫提起客卿的因为。物件放在冰箱拢放好啊。新兰，你无代志吼？无代志。敢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？我想要一个人小安静一下。好啊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就打电话我。
以前对你来讲，敢真正拢无意义啊，是无？阿妈、阿姐、淑玲，我还阁有克谦，阮即马伫你的心内，敢连一点仔地位都拢无啊！就干因为你决定要过家己的生活，就使将过去的一切拢甲放袂记。而且，是的，我一定爱对过去的阴影内底行出，我不能够让我家己陷入回忆的泥沼之中。哎呦，你那个写字体来，哎呦，去死了，去死了，无时间啊，若行啦。吼，你是咧急啥啦？买物件你生囡仔急。啊，较晚去人店就关啊啦你，走后说你是久啊。好啦，久啦，是安怎？紧的啦，救回来呀！多说你，哎，怎啊？你要出门啊？阿道吼，啊，落礼拜吼，要来鼓励伊无？啊，恁某就讲怡娟生日咯，买一个有诶无诶，顺便甲怡娟做生日啦。哎呦，夭寿啊！啊，你是袂记哩啊哟？无啊，我哪会袂记的？无袂记哩上好啦。无啦，啊，着妈妈咧想讲吼，啊，自从你去上班了吼，实在是真辛苦啦，啊，无时间通啊交女朋友啊吼。啊，不如我就拍拼啊做事。恁后生我即马阁足少年呢，恁真正免烦恼我交不到女朋友。哎呦，阿囝呀，妈妈毋是你烦恼这，咱这我有较生囝，你知影无？查某囝事业为重，真话真的会想，不错。袂歹啦，哎，啊，甲事业有啥物路用吼？水电行毋是事业哦，迄抱孙较实在啦。来，今晚来妈妈甲你。啊不啦，我袂记。是啦，妈妈甲你讲。我啦，啊，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啦，你做啥？你甲我吹，即马要买物件，紧来去啦。带去摕包啊啦。来去啦，你说。哎，你快点来学臭啥啦？啊，家己做。来啦，你嘛是久啦，你才是久啦。你讲。拜拜。唉，打一声好啊！迄边我才甲秋婆甲新兰约好，另外这边我答应我的爸爸妈妈，我咧到时阵我毋是要变做一个人双面罩。哦，伤脑筋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字间写咧无影响，那无出来斗阵食无？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生活。伊是毋是要走去找李心来？我唔知影呢。你上好来看较调的啦。李心兰已经害死我2个后生啊，我无想要搁失去志坚啊哦。等下你出来食一下饭，莫讲无欢喜的代志啦。来啦，董事长，表姐啊。哎，你咯。对，那这多好。来，坐，斗阵食。哎，表姐啊，嘿，这几工无看尔，你毋若变较少年，更较水哦。哪有可能啦？某米人为着要维护一个讨厌的查某人哦，害我拢一直袂安心的，袂食袂困的，哪有可能变较水变较少年啦？这么严重哦？哎，无你讲看卖咧，到底是啥物人？我来去替你报仇，互你毋若食会落、困会去，搁会水当当。我看你是无迄个才调。好啦，总我无迄个才调啦。不过哦，只要表姐你一句话，
就算讲爱我上刀山落雨点，我都袂提示啦。我无亲像有的人啊，唔知通食果子拜树头。敢真是咧？当然的啊。煞去啦！你好好啊做你的财务部经理，来咱的公司的财务顾好就好啊啦。这是一定的啦。若毋是表姐甲表姐的提拔咯，要留我的，甲公司的财务顾好势，这是我的本分啊。你看你哦，喙齿碎啦！你以为我就来讲过啊，家己人哦较大心啦。是啦，家己的人哦上大心啦，你甲看觅哈，我有大心无？武雄啊，紧食，你咪紧食。表姐啊，来啦，食一块香菇，这后食了水哦。淑玲，我转来。你两个即摆才转来啊？无啦，公司临时有一条小爱处理。啊，我算有够久，甲拄则才算好，实在有够忝的。哎，毋是我咧讲你，工课虽然真重要，也毋过身体搁较重要。你一定要袂食早顿对无？啊无我出来先出来甲你买好无？毋免啦，你家己去食就好。我要来困一下。哎。1点啊！我看啊，根本就免困啊！哎，辛苦洗洗，直接去上班好啊！中国节敢毋是？哇，这个做的中国节，你的哦？这是客户送的纪念品。新兰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原谅我。希望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，一直陪你行落去，至坚。志杰，你就是要肯对新兰死心对无？这土地的资料我已经看几落摆啊，这2礼拜来是安那一点仔进展都无啊？董事长啊，我嘛真骨力吼咧找土地啊，即马外口又搁好又搁大的建地吼，真歹找啦。安尼你就爱搁较过来去找，毋才对啊？你看人俊华啦，客户也交予伊，即摆已经完成啊，做好啊啦。啊你咧，原封不动，啊搁直接袂顶袂当。董事长，其实吼，我有去看到一块土地袂歹啦，就迄介绍甲地主讲袂下啦。安尼是？是啊，我保证哦，迄块土地一定真适合去休闲中心啦。无安尼啦，迄礼拜日吼，我甲地主约好啊，董事长哦，要先出来看者无？礼拜日？哦，礼拜日吼，我甲工地区的啊，搁有俊华啦、心兰，阮约好啊，要去郊游。敢袂用改另外一工是？袂用的啦，迄地主哦真麻烦呢，真无简单，甲伊约好时间啦。迄块土地正是袂歹哦，董事长伊来去看吼，一定会满意的啦。董事长啊，若无你甲小波礼拜代志先取消好无啊？袂用，约好的代志哪会用乌白改啦？这毋是我的作风，我的人上重视信用能力。董事长啊，
公司为重啦，啊好歹你嘛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，啊哪有爱逐工去工地，甲迄工头盘烂啦？你是捌啥？喙手在人流啦，朋友在人交的啦。迄土地的代志，我就授权予你，你家己较斟酌去做咧。迄土地若确实都有影真好，咱介绍先让步一下。等你去甲伊讲好，我再来看啦。好啦，我照你的意思去做。董事长，其实我想秋伯遐应该是会参详。全决定，我无想要浪费这时间在讨论这个代志。俊华，你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来。哦，遮吼，你看，还佫有一边，是对啊，唔对啦，是啥物时阵啊？还佫有时间去游山玩水？副总，无我甲董事长考虑一下，反正伊改变主意。莫佫点仔假啊啦！阮若一个安尼哦，啊，毋是恁两个点仔避鬼避怪。好佳在哦，这公司还佫有我这副总伫的，互恁算袂倒啦。孙囝，但是对啊，唔对啊，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呢。哎呀，伊这人就是安尼啊，关系就好啊。哎呀，看这个办事礼拜我无去袂用的哦。是安怎？你礼拜有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，尤其是你要去，我更较爱去啊。你要去啊，是无爱去，我则无要插的。你若是无要去吼，其实我嘛用替你配罗董，还佫有秋波，就讲，你巴肚疼。哎呦，拜托的，这已经退流行啊，好无？哎呀，袂用啊，袂用啊。啊，若无吼，就讲你咧公司看伤济足水的女同事，所以目睭疼，去艰苦挂急诊。我甲你救抓，我绝对无乱看公司的女同事。我的心肝内敢若李欣兰一个人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了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人袂当将你放。哎，你的动作有够紧的，你哪唔小等我一下啦？咱会到你转去啊？小姐，我毋是要转去，我要替阮爸去看图表的地。哎，我会陪你去啊。真忝哦。哎哟，就是忝才会人陪你去。哎，我再讲我牺牲下班的时间呢，你阁遮尔牛毛，有够无意思。好，行。安尼毋才对，行。来遮吼，真正足好的啊！迄每一摆若是放假的日子吼，我甲恁舅阿伯吼，就是来遮。咱咧来遮不但吼，迄筋骨会当安尼活动一下，哇！咱伫咧办公室内面吼，迄个郁卒啦、压力啦，拢会当安尼用大气甲吐出来，好，迄心情更偌好咧。遮的茶阁好啉，遮的茶等下你啉落就知影，啉落到地精神哦，足爽快的。无怪董事长遮尔重视甲秋波的约会，原来哦，出来一撮有遮尔大的收获。哎，对啦，秋波，你哪知影遮尔好的所在？哎，啊，当我喺老家附近拢嘛参照这款的农地啊，我自然我会找啊。电工吼，我搁带恁来后山迄边，去山路顶头做些野菜，慢等来煮。好啊好啊，到时阵我就负责做野菜大餐，互大家食。好哦。老董、古伯，我茶已经泡好啊，你们想要困啉一杯仔茶无？好啊，无来干，咱来去啉茶，这顿就我去啦。好，来。哎呦，哎，谢你。这茶吼，拢是包种的啦。啊，若用迄山坑水去泡吼，啉要到就要互你包爽的啦。哎，真的，来啉看卖，啉看卖，真好啉。秋波，这茶啉落吼，真正足甘甜的呢。哎，俊华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气味真好。哎，俊华，啊，你来看起来无心无情，你是安尼有啥物心事哟？对啊，自拄食就看你伫咧看手表。歹势啦，各位，我先来走。当是讲对啊，毋对，什么先走？啊，你几时来一摆呢？是安怎？无介意哦？毋是啦，秋波，你毋通误会啊！这个所在真好。只是讲今仔日我有答应阮爸妈要去育幼院做义工，顺便替我的客小妹庆生啦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应该赶过来去啊，歹势。哦，当时也是安尼哦。你咧讲迄个客小妹，就是顶摆来公司找你迄个查某囡仔。哦，就是伊啦。
伊是我细汉的时阵，甲阮爸妈伫咧幼儿园做义工的时阵，恁的客小妹啊。三位啊，歹势吼，我无到陪恁啊。哎呀，做义工是好代志啊，恁来讲安尼啦。姑啊，我看今日吼路线小可改一下，小等下吼带俊华来去幼儿园做义工，你看安怎？好啊，总嘛比伫遮啉茶搁较有意义，对吧？好，好，行，我来。来，好啊，好。老董诶，恁要去高二吼，这是煞有恁在意啦。算讲吼，阮全行一寡心意啦。哎呦，好，多谢，你个真有心嘛。好，来，咱就车，来。是啊，好，有人较过来。当司令，陶司令。这就是咱要去度假村的所在哦。这毋是甲新来的老家我甲足近的。度假村的范围遐尼大，到时阵敢会听到新来因老家哈？咱的新来要安怎？你若是毋知影，伊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伫咧遮定去伊的老家。我要来袂记的，我嘛希望会当亲手为伊起厝，予伊一个温暖的家，会当挡风遮雨，予伊袂恐惧害怕。那安尼，恁是安怎要拣这个所在去度假村？外口的土地遐尼多，凊彩拣一片，拢会比遮搁较适合啊！恁伫咧遮去度假村，新来的希望就无法度实现啊！传说啊，你来讲话无算话啦！顶下讲的介绍，甲即个讲的拢无共款。等者啦，要买唔买哦，由在你啦，我也无免讲啊啦。你敢知影？阮这地吼，最近吼有足侪见着故事的人来看啦。到时阵吼，后别人买去吼，你就莫怪我。我看吼，你毋是叫做传说啊啦，应该是叫做技术啊啦。你要叫我啥吼，随在你啦。是讲吼，你若真正有意思要买吼，卡手活动较紧的啦。所以你放心啦，我会过来找你啦。迄敢毋是罗氏建设的副总？伊想哪嘛走来遮？这位太太，麻烦你稍等一下吼。这位先生啊，你也是来看地哦？我嘛是，你的意思是，拄则迄位先生是来遮看地哦？是啊，已经来看几啊届啊啦，逐届来吼，拢甲我抬价啦，一点仔生意也无啦。你看，我这块地哈尼大地啦，伊当作吼我咧卖衫的，抬来抬去，实在无意思啦。啊，是安尼啦。其实我是代表阮公司来这附近找地啦。你这块地我看来足介意的，若是无啥问题，我会当伫3天以内办好所有的手续。真的哦，我一看到你哦，就知影你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啦。是讲借问啊，你要称呼啊？啊对啦，我姓陈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磐石建设的副总。志谦。这位太太，请问你敢是这的地主？免来称呼哈。你叫我吼传说就好啊啦。哦，传说。你放心啦，阮这地吼产权诚清楚啦。是讲借问的吼，你要买这块地吼是拍算要创啥？阮公司呢计划要伫遮起一个度假村。对啦，你敢有方便带我四个去看看？会使啊，行。你这片地加起来偌大哈？这个地吼差不多有3甲外啦，是阮祖先吼放落来啦。讲吼，若是阮吼拍算要搬来嘛。阮爸妈因后赢就走来遮。喂，俊华哥哥。啊，老邓哎，你俩来哦！做选输啦，会输人啦。俊华我们来遮做义工，我来又无来。啊，爸，因是我的同事啦。李小姐、邱伯，公司吼，阮俊华平常是踮公司容易照顾，谢谢啦。应该，好凶啦。唔着讲话咧，你嘛知啊？无喏，阮是来遮做义工的，唔是来佚佗的咧。趁即马大家拢伫遮吼，工课来分配。
你有安那无？来，我看卖。不要紧吼。哎呦，足痛的啦！救我哥哥，回脚足痛的啦！怡娟，来，哎呦，你嘛真害，哪会遮尔无细力啦？哎呦，来，我要听我看卖啊，吼，我看卖。哎呦，大人大种啊，哪遮尔无细力啦？足痛我笑，笑，哈，你也是粗心大意啊啦，然后笑。我来替你药箱。好，紧摕来。哎呦，你也是无细力啊啦。哦，乖，吼，我你呼吼，来哦。哦，无听。俊华哥哥，谢谢你。好，生日快乐！李明贤啊，这点仔钱是会当创啥货？哈？可恶啊！我看到的土地，并且要找展览去看，伊是捌啥啊？我呢，董事长，我来领啊。袂用的啦，安尼哪会好意思啦？袂要紧啦，我较早是咧带登山队爬山呢，这对我来讲哦，小 case 啦。你看起来足面熟的呢，啊，咱是伫倒一间酒店我等过。啊，你定来坐我的台吼。是啊，今仔我老党的吼，甲你买全场吼，你陪我慢慢啊啉啦。闪哪来啊！你来先走呀！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。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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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娘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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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